继续来看中国做大水愈来愈严重，中江流域也是重灾区。因为中江的顶游国内上大雨，大水是引入到三峡大坝，当地政府甲大水下掉，结果下游的安徽省中大水只好是用并坡的方式，甲这个布花来绑掉来下水。这个月以来，已经超过2300万人来受灾了。 大水里透过崩溃布花流向拓荒池。最近中江一带一直落大雨，第2号大水上悬的水位伫19通过三峡大坝，河这水位比限制水位加18公尺，超过伊的负担。和安徽当局只好伫中江支流2个布花顶崩开2个所在，消透这大水。水头放大水。 水尾就害啊！本来已经受到水灾影响的江西、安徽等等南方24省，却变成一座一座的水城。那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，官方也出动警消人员为民众排水、起布花，也毋过这个速度未符大水淹过速度。然后会出现一些渗漏、管涌、泡泉等险情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要加强刑事研判。 严防死守，全力备战长江2号洪峰。清淤泥，帮我们的居民、帮我们的商铺整理物资。下一步呢，还要进行消差，做到我们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的有机统一。依照官方统计，北京当局到今麦因为水患已经紧急疏散200万人，超过31个人死亡，厝歹去、田淹去，历史经济损失差不多是634亿个人民币，差不多是新台币2700亿。 不过，中国水利部中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贵亚警告讲，中江流域的汛期将要到啊，上歹的情形恐惊也未到。